从女团 Dream Girls 出身的30岁女星郭雪芙，凭着靓丽外形和气质外貌迅速走红。但过去不但传出和另2位成员李玉芬、宋米晴闹不和，近期也屡屡传出她耍大牌，是个假面甜心的负面传闻。日前，艺人因福上节目时爆料，自己曾被同门女艺人摆了一道，最后不得不离开。虽节目播出时消音，但据悉在场人士都听到主持人丽晶爆料此人就是郭雪芙。因福去年上丽晶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，曾爆料自己在之前的经纪公司有个同门女艺人，常会主动向她抱怨公司的事，像是公司真的很糟糕，你不觉得公司都怎么样吗？但因福总是听听就好，并安慰她你辛苦了。没想到过没多久，却发现公司不少人都对她很鄙视，甚至冷言冷语。事后打听才发现，这名女艺人对公司说因福在外面把公司说得很难听。因福激动表示，明明都她自己讲的，怎么变成我把公司讲得很难听？做贼的喊抓贼，真的很可怕，并指自己当时被她害得超级惨，而且还有其他女艺人也被该艺人冲康，后来该公司也只有该女艺人发展的最好。这时丽晶接话说，但她很清纯的样子，因福则补充她形象很好。同样的话，如果是由我和她说，大家一定会相信她，不会相信我。后来丽晶用气音在现场爆料当事人是谁，据悉全摄影棚的人都听见就是郭雪芙，但节目播出时已消音。